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扣这对顶关税，台湾会红扣32%，按算4月初9会施行。咱的行政院表示不合理，会继续和美国沟通。我头的时阵，这假期台南关电地区发生规模4.9的地震，上大震度伫台南家己县拢有到4级。金门琴宁村生出来家族啊，祖墓伫咧军事禁区内面，清明陪墓爱申请，这子孙做伙食饭桌的食头，也变成在地特色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美国总统川普伊初二宣布讲，要对无共款的国家扣无共款的对顶关税，也对这的进口产品呢要扣10%的税金，亲像是对中国这加起来就是扣54%，对台湾是要扣32%，也那对欧盟呢是要扣20%，上紧伫咧4月初9就要来推动啊。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初二收办了后，伫白宫玫瑰园宣布，要签署行政命令，对无共国家扣无共税率的对顶关税。其中，美国要对所有进口商品扣10%的全面关税；对其他互人认为伫贸易活动中表现无好的国家，要扣更较悬的税率。川普宣告美国的黄金时代来临，今仔日就是美国的解放日。The friend is worse than the foe in terms of trade. But such horrendous imbalances have devastated our industrial base and put our national security at risk. If you want your tariff rate to be zero, then you build your product right here in America because there is no tariff. It's going to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川普讲，这天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上界重要日子之一。未来几年，当美国人民回想过去，会更加坚信川普政府做的是对的代志，因为这是美国工业重新加再一次好嘅日子。伊企业讲，美国扣啊变啊利用，互外国人抢夺的代志袂阁发生，就业机会加本土制造会回流美国。China, 67%. That's tariffs charged to the USA, includ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rade barriers. We didn't want to it's very windy out here. We didn't want to bring out the big charts because it had no chance of 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 very friendly. They rip us off. It's so sad to see. It's so pathetic. 39%,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20%. 川普讲，新关税政策是美国新经济独立的宣言，其中全面关税伫美东初5透早0点有效，嘛检出差不多60个对美国逆差上大的国家征收正悬的特定关税，像讲对中国扣30%的对顶关税，国家现有的20%关税基础，搁加起来，安尼对中国的实际关税是54%。Tariffs are paid by American importers and will be likely passed on to consumers. The president says that this is going to attract a massive boom of investmen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t's billions of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ts of factory jobs. Economists are very skeptical. 迄天美国股市收盘4大指数小可起，不过川普是伫盘后宣布关税计划，所以收盘指数无法度完全反映政策的冲击。关税计划是为本来市场预测的相对温和变激进。美股机会集体大落，道琼机会捌落超过1100点，标普500指数机会落3.9%，纳指100机会大落4.7%。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讲到美国总统川普，伊拍算要甲台湾扣32%的对顶关税。初三，咱的行政院就表示讲，安尼先做是无合理的，会继续和美国沟通。受影响的不只是农产品尔，也佫有外销的物，有9成拢是销对美国去。那这冷冻的五桂鱼也有7成。那阵真正去互扣关税啊，咱的国际竞争力会落真济。对美国川普政府的订单关税，行政院继几点钟了后做出回应，强调3大项强烈不合理，包含美国对顶关税计算方式不清楚，台美贸易顺差应该是反映台湾主通新产品对美国经济甲国安的真大贡献，甲台湾已经有相关措施预防中国生产地，强调后续会甲美国严正交涉。对外的整个这个采购跟对外的投资都要用团体战的方式来办理。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道。但是像那个所谓的1000亿台积电的这种，那美国说我已经有了，我干嘛再跟你谈？
工商团体受冲击真大，工总表示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运输设备、钢铁、阿鲁米制品等拢受影响。工商协进会也向政府提出紧急建议，包含马上启动危机应变评估冲击，并降低关税、扩大对美国采购加投资、提供产业援助，也有加速产业升级等5大建议。上受冲击也有农产品。这个关税如果3、4趴下去，其实对我们冲击美国客户那边，可能他在订购的意愿上量可能就会下降，这样是对我们其实影响。如果真的实施，都对我们影响真的是蛮大的。亲像咱会中在过去消去美国食粮关税，即马扣到32%，国际竞争力减少。经济农业部统计，2024年台湾农产品销去美国差不多是8.87亿，目前逆差4.3倍。重点出口农产品，五桂鱼、蝴蝶兰、旁边龟头岛、5到9成拢销去美国，毛豆、沙白鱼、鲈鱼、地鱼2到3成也销去美国。美国这边的其实量其实并不算多。那以台湾雕的话，可能每年也才1-2千公吨而已。对，那其实如果说以真正水产的出口国来讲，其实我们台湾其实占比其实是蛮小的。学者认为，这摆对电关税实施，台湾出口美国关税大大提悬，水产农产外销成本欠悬，反倒等下把世界比扣上加基准关税10%。未来销去美国计划就是客国企业加做产业弱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昨是雄雄发动这海峡类停止空气5的军演，咱的国防部也隆重查到中国军机59抓、军舰23抓，也公布军的也来8只。这军演期间呢，中国也发布几落支影片，头一届武器攻击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针对着中国这届军演呢，包括着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等，拢有出声伫咧关注。中军车子发动海峡雷霆自025A 对台军演，尾嘛表示完全结束。根据咱的国防部长函，总共有50只的强机、13只的强舰加8只公务船绕台。军演期间，共军也射出真侪底片，其中一部飞弹拍中的目标外观，甲高雄市永安区天然气接收站是正共款。中国要尝试在必要时候，就利用这种所谓的非战争手段截断台湾海上运输以及这个基础设施，包括能源、汽水、电等等的破坏，意图打击台湾的社会士气。中军第一摆武器攻击咱的关键基础设施，军事专家分析，主要目的是放大威胁的效果，影响民心。不过也建议检讨紧急进行的能源方案，加强化全民防卫韧性。对中共连续2日伫台海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国际社会是高度关切。The president i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encouraging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se cross-strait issues, reiterating our opposition to any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coercion. 美国国务院用强烈字句表示，中国对台采取一直进逼的军事活动，可能会加重紧张局势。英国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是真重要。欧盟也主动表示反武力、反威胁的立场。日本对高官帮中国林凤静搁一摆强调，会继续关注台海局势上新的动向，搁做好周边海空域的警戒监视。We can never forget that our number one job is to create peace through overwhelming strength, and if need be, fight and win our nation's wars.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最近伫人事听证会顶悬提交的书面答询当中指出，中国继续推进军事能力现代化，佮投资先进武器系统，台海两岸军力严重失衡，承诺若伊的明案通过，会检视台湾的需求，佮继续支持台湾维持长久自我防卫能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正前有提出着国安17条，要防止中国统战渗透。为了避免台湾民众去到中国食头路，互因来吸收去，劳动部即摆也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禁止中人介绍台湾民众去到中国做工课。那这详细法规会继续检讨。美中台关系一直变化，两岸关系也无改善。为减轻中国统战渗透，赖总统提出真侪项反制措施，为避免国人去中国工作遭到统战渗透，甚至是透过科技的技术。劳动部已经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求，免中介国人去中国食头路。
原本在就业服务法第38条有明文规定，台湾的这个民间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要办理特殊的中介业务，要劳动部来许可。现在政府特别又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再耳提面命，而且是更强调严格的执行。我觉得还是跟近来这个两岸关系整个大的严峻的局势是相关。除了禁止中介也禁止肯定无经过许可的中国工作工具，法规会继续检讨。不过，北去中国工作民众表示，虽然政府管制措施也是透过朋友介绍才会管道得到去中国工作的消息。想再去这边吗？我其实会说，老实说，挑战看看，会到一个就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跟制度下，我觉得是一种个人的这种挑战，我会想要去。对，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个人到中港区工作人数一直减少。2023年只剩21.7万人，甲疫情进前的39.5万人，用要减少剩一半。台商的一些产线布局，制造业是逐渐移往东协地区，科技业这边则就移往日本、美国这样的一个趋势情况下，确实带动国人呢向往这个海外工作地点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人作专家并别表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之下，中国已经不是台商投资的第一选择。再加上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台湾无阁有优势。若要旅外工作，美国、日本以外，经济一直起飞的东南亚，这几年拢是优先选择的地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劳动部进前标出着这工课场霸凌害员工行地路案件，经劳法署北分署长郑基阳目前羁押禁见，检方宣告这调查结束，依照涉密贪污等罪嫌该起诉。若霸凌的部分呢，检方是表示讲，员工想袂开限制伊用的管理方式，伫法律上无因果的关系，所以无该起诉。穿乌衫、目屎夹的行礼会室内，经劳动部劳动署北分署分署长谢义阳涉嫌涉密独立厂商，检方伫拜三依照涉密加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共加共享财产加独立罪起诉，因过这场霸凌部分无起诉。要为了北分署亲生同仁以及社会瞩目的案件，跟社会大众致上12万分的抱歉，非常对不起大家。案件侦结的结果出来，外界上注意的这场霸凌，检方是讲公务员自杀加谢义阳领导管理方式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是无起诉处分。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谢义阳目前羁押禁见，检察官总共起诉谢义阳等7个人，包括4楼、4间、4柜在北分署的人员，一个厂商4人的兄弟，只有投标资格4次的业者，依照违反政府采购法定罪嫌起诉。检察官审酌谢姓被告为厂商量身定做采购案而违法泄密图利厂商，造成参标厂商受不公平对待，损及国家机关、全体公务员的形象。检方讲，谢义阳伫咧任内要求员工甲特定厂商讨论，未似敢若是替特定厂商互项采购案。另外，一个接受总价值2万外块的3个礼盒，涉嫌涉密加盗利等罪嫌起诉的部分，按算后礼拜移送新北地方法院审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的头一天，这屏东东港的东流线就真侪旅客要去到小琉球，船公司透早就加开船帮来应对，若要去绿岛的船呢，逐帮也拢客满。业者表示讲，连假佫撞到这好天，对当地观光确实有帮助的。民众大包小包准备要坐船，连假第一天，屏东东港东流线的坐船的所在，一大堆游客来到这，准备要好好来度假。还是有可能会爆满。有可能，他撸完撸贼人啊。还有水上活动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应该不会，年轻就是本钱嘛。人真正有够多，还有真侪人甲奥多麦嘛托运，准备要去当地好好佚佗。航运公司为着要因应这么侪人，还袂到7点就加开船班，同款是逐班拢客满。业者讲，当4天的连假加上天气真好，这些民众陪忙陪了嘛，安排规家伙去佚佗，互顶岛的人数有可能来创新高。他们都是过年后就开始订房了，那这几天陆续还有一些游客，他们有打电话来询问，基本上都是没有房间居多。
那以今天来说，应该都有破万人登岛的状况。另外，当台湾的绿岛同款嘛是旅游的热点，一透早准公司嘛加开10个航班，暗算旅游人数是超过2500个人以上。原则上应该90%以上。90%到绿岛的游客。对。所以这连假这4天到绿岛的还是蛮乐观的。是。在中兴便到9.2公里处，在车山下晡受石头落落来崩山，造成双向无法度通行。各管公务单宣布讲，目前已经出动机具抢通，车山下晡2点和4点半通行帮处取消。另外，明仔的通行帮处敢未开放。对这个部分，各管公务单表示讲，会伫测试早起来办理路顺，一定要到确认完全安全无问题了后，才会来开放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门金湖镇这庆林村生出来家族啊，因为历史的因素，因有3组的祖墓呢，放划入去军事禁区内面，所以当年清明要去陪墓的时阵，拢爱甲这军方申请，才会当入去内面拜拜。今年有500个子孙在今仔日去陪墓，拜煞了后呢，就甲这的菜色做伙食的，这个就叫做食头，这是金门在地清明制作的一项特色。分享上香。超过500个宗亲来到普通时啊，无人有法度入来军事禁区，来这陪墓甲祖先祭拜。金门庆林蔡氏的祖墓，因为历史的原因，互人划入去军事禁区，所以特当的清明拢爱提早向军方申请，才会当入来祭拜。军方这边也非常的配合，不管说是卫哨，或者说整个环境的整理，他们都有做，帮我们协助我们蔡氏乡亲来扫墓之前的一个整理。庆林蔡氏的祖墓会伫咧军事营区内底，是因为当年国民政府退来台湾，伫金门为军事区，蔡氏3座祖墓，互人划入去金防部太武山管制区内底，才会出现入去军事禁区陪墓的传统。蔡氏的子孙仔讲，祖先拜煞，因会伫咧营区内底食头。就是大家会坐做伙伫咧涂骹，做伙食拜好的生礼、果子等等，这也是金门清明制作的一大特色。不过最近这几冬一定改做伫咧营区内底食板桌。扫完墓之后呢，他们会举办就是营养夹桃，好，那过去是席地而坐，那后来在旁边的就是彭家那边，前几年开始大概就协助这个菜价在那边夹桃，就变成是板斗的方式。学者表示，食头是金门的传统，也是宗亲联络感情的参会，流传到大，继续维持。制作食头也展现出金门人少年先人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田头的精神。记者陈阿选谢桂林金门报道。来，唔知恁兜敢有食这润饼，亲像阮兜就无食。讲到这清明，真侪人拢爱食润饼，连这配润饼配蛋呢，排队拢爱排超过1点钟。有店家平常时啊是伫咧卖鱼，在这清明期间就改配润饼糕。啊，若家己要业者呢，敢若传这料就传到半暝啊，一透早就卖超过500斤啊。手顶摕着米团，伫炉顶面画一空，无一个爱时间，一张的润饼皮就已经做好。清明年假来到，做润饼皮的业者已经对半暝12点，无用到透早，已出动将近10个人协助，估计已经是卖出超过500台斤。从早上做到现在，可能500斤有了哦，好多人哦，2个家庭的哦，应景的对啊。润饼皮每台斤大部分是维持200块，无起价。但是嘛是有民众，不管是祭拜先人，或者是家己食，介意买已经包好的润饼糕。因此，包括台南阿母寮市场、嘉义埔子第一市场，以及高雄美丽岛这文章附近的店家，一透早嘛出现排队的人潮，民众平均排队超过1点钟。用肉粿无的，差不多2点才回去。这个一工做爱卖几个？知影嘞，刚刚你这较济人尔。哦。到明仔载。平常在这边卖鱼啊，清明节包春卷、肉粽，我们就卖肉粽；汤圆就卖汤圆。有啊有啊，我都会买啊。春卷的价钱有都愈贵吧？还是还好？当然是会，现在什么都涨啊。虽然每一斤的用料是大部分拢相同，不过食起来滋味味觉是拢无同款。民众嘛拢有无同的介意的原因。清明年假这几天，将会是润饼糕入卖的巅峰期。公司新闻郑云南部综合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看到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要扣这对顶关税，按算是伫咧美东时间初9开始施行。想未到这消息一出来，国际社会是拢反弹。后面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是认为讲，这对全球的经济是重大打击。也那中国也讲，反对新关税会采取反制措施。日本、南韩是强调会继续和美国协商。而且美国国内也民众不满这新的关税政策，目前 Trump 的民调支持率达到43%。美国总统川普在今日台湾时间透早正式宣布对顶关税政策行动报告，嘛引起反弹。后面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这对全球经济会是重大打击。The global economy will massively suffer. Uncertainty will spiral and trigger the rise of further protectionism. 冯德莱恩表示，会继续甲美国协商，若是失败，后面准备采取反制措施。暂时嘛已经拟定针对更替关税的头一套反制措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新的关税政策是错误的，会努力协商，防止贸易战发生。而波兰、瑞典首相甲爱尔兰总理嘛透过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会甲其他欧盟成员国合作，限制新关税造成经济伤害。法国嘛表示，已经准备好甲美国拍一场贸易战。暂时加拿大决定采取反制措施对抗美国的新关税。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虽然无按算反制，也毋过嘛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无道理、无依据，毋是民有的行为。美国人会为无合理的关税付出上大的代价。南美国家上大经济体巴西是伫初二由国会通过一个新法——经济互惠法，来对抗川普的关税政策。Que na hora que qualquer país quiser interferir ou alterar 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 comerciais com o Brasil, esse projeto ele permite que o governo brasileiro possa agir e estabelecer os enfrentamentos necessários. 那是亚洲国家日本股市大盘一度落超过1600亿票。日本首相石破茂初三表示，对美国的关税政策真失望。日本官房长官林芳正指出，美国无考虑日本的烦恼，和日本政府感觉真危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表示，会继续甲美国协商。韩国嘛同款想要继续协商，减少对韩国的经济损害。而中国面对要和美国扣上悬54%的对顶关税，中国商务部甲外交部初三拢表示，这无符合国际贸易规则，是单方面霸凌的做法，会坚持采取反制措施，维护国家的权益。除了国际社会反弹，美国民众嘛有部分人不满新的关税政策，认为新的关税政策会建立新的贸易壁垒，推翻过去数十年来全球有秩序的贸易自由化。也毋过嘛有民众收听川普的政策，而路透社的上新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为将会20就任无偌久的47%拔到43%，创下倒来做总统了后的新低。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讲到 Trump 的关税政策呢，是要甲台湾扣到32%的重税。美国媒体就预告讲，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会减少63%。有学者是认为讲，这影响的产业层面是真大，呼吁咱的政府爱赶紧去协商，而且也爱有救济措施。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当地时间4月初2正式公布对各国的对顶关税采取相同设计，对所有进口商品扣10%的全面关税，对表现不好国家各家扣附加税。台湾是被点名，对美国扣64%的关税，所以反倒转来做到扣税32%的关税。其实放在整个亚洲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来比，我们都是比较高的。基本上这个税率课下来，其实对整个台湾不管是金融市场或者是产业的信心，我觉得都会产生蛮大的冲击啦。新政策按算4月初9就要生效，不过美国就是台湾第2大出口市场，专家推估后续出口引进会继续运转非常困难。另外，台商重要生产基地，比如越南、印尼等地，拢被挑悬，受到真大冲击。各美国财经媒体推估，若扣32%关税，台湾对美国出口可能减少差不多是63%。恐惊和 GDP 减少3.8%。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美国商务部对 ITA 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模棱两可啦。就是说，我觉得，但是你不需要敲锣打鼓去沟通了，你私底下赶快去跟他们沟通。因为台湾电子业过去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资讯科技协定保护，甲美国维持 ICT 产品零关税待遇。以控制4年台湾对美国出口的集体电路金额达到77亿美金，甚至受保障，美方态度暧昧。目前是表示钢铁、药物甲半导体这项目暂时应排除。
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如果说符合这个 USMCA 原产地规定的话，还是能够持续享有这个优惠。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应该是要建构他自己所想望的一个 mega 供应链啦。美国商会也表示，呼吁台美双方伫面对愈来愈复杂地缘政治的时阵，继续深化双边贸易甲经济关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缅甸大地震到当时第7天了，目前有超过3000人死亡，搜救任务也搁伫咧进行。这活落来民众虽然变做是灾民等待救援，伫咧万德利的街仔头呢，会当看到这个灾民排队等要领物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警告讲，伫咧地震进前，伫缅甸呢，就已经有600万的囡仔需要人道救援。即马搁再发生地震啊，这个囡仔恐惊会有营养不良、死亡风险，搁再升高。缅甸大地震发生到今已经1礼拜，东寨区搜救含乌的工课并无停，无厝通好转去，好运度过死劫的灾民，因的生活嘛无好过，因伫路边搭10号的布棚，都伫遐在煮食，搁有灾民排个落长，等要领世界粮食组织这机构发的物资。哎，破了，过来的路了，哎，面子我话要撇去一家啦呗，前头死的路了，前头头家无，前头唔死的路就干个。欠水欠粮食，就住伫街仔路这种艰困的环境，莫讲大人挡袂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讲，缅甸囡仔的处境更较弱势。So even before this earthquake, 6 million children in Myanmar were in need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Many of them are already displaced. Many of them are missing out on their life-saving vaccines. Many of them are out of school. So these are already among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So to superpose an earthquake on top of that, it's nothing short of devastating for childre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讲，内战和大地震造成加成的风险，会让缅甸的囡仔面对营养不良、爆发疾病甚至死亡的危机欠悬。因今年所求的捐款敢若1/10到位，希望外界继续捐钱，甲因斗3工。除了欠物资，灾民的心理创伤和痛苦嘛袂当无甲管。泰国警方拜三就派出会当搜救嘛有安慰功能的警犬，行去曼谷倒落去的大路边，地等亲人转来的家属等候区。这时阵本地心情真歹的人，望到了后拢出现真罕的看的笑容。ก็ใจชื้นขึ้นมานิดนึงแล้วพี่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ถ้าตราบใดที่ยัง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สัญญาณหมายังเห่าอยู่คงยังมีโอกาสรอดแล้วพี่。目前泰国崩落去的大楼，确认已经有22个人死亡，缅甸有超过3000个人罹难，但是只要有一点仔希望，家属拢无愿意放弃。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讲到这代替的观光列车明日好行驶到这花莲机场的时阵，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所来败北，加在这站以外无影响到铁路营运，也无人受伤。这代替的明日号6036次列车，今仔早起呢，甲这旅客载到花莲车头，按照计划进行保养。不过，伫咧中昼12点16分的时阵，煞来发生败北意外，顶头已经无旅客啊。代替表示讲，这列车入库的时阵，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所来败北，这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来看这清明连假的头一天，这国道交通状况，伫咧国1、国3，也个国5路南拢是车真多，规天的这个交通量呢是平常时的1倍半。啊，那国道3号这清水服务区呢，甚至是提早2点钟就咧做生意。啊，那讲到这明仔载是真侪人会去陪忙制作，甚至是出门去佚佗，也建议民众明仔载就爱提早出门，也当利用这替代车路。想要停车爱排队，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早起有真侪车入来。清明连假头一天，中部天气好天，有民众7点为家己出发上北，要来台北扫墓，干那点半钟就到台中，路况也算真顺。嘉义到这里清水站，在8点半以前我们下来，都很好。对，北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清水服务区是伫国道路南上北的中站，业者考虑清明特别的节日，提早2点钟营业，预估连假4天会有12万人，比去年同期成长1.5至2倍。我们预估这4天大概人潮会有大概有12万人哦。是卖场的部分其实有提前到7点营业，提前2个小时哦，因为扫墓的部分都是比较早的。高公桥表示，头一天规天国道交通量预估是120
114百万车公里，主要以路南的车阵较济。下晡国一杨梅到新竹、后里、湾林、国三三英到大溪、公五石碇、平南、头城这路段车真济，其他的路段大概上正顺。西部国道的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另外国道5号的部分的话，南向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另外，同时也可以多利用替代道路、替代国道，像利用台61替代国1、国3。国公桥讲，连假第二天扫望旅游车阵拢会出来，建议西部国道加公五的用路人提早出发，再去国一加公五路南的部分路段入口拢封起来。下晡公五上坝是有高承载管制，出门爱做好功课。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中昼11:47，嘉义台南地区发生规模4.9的地震，这上大震度，台南、嘉义拢有来到4级。地震中心表示，讲未来3天内可能会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若讲到昨半暝2点左右呢，这花莲秀林也发生规模4.9的地震。地震中心是推论讲，甲去年4月初3的大地震应该是无关系。头前的樱幕熊熊喊甲真厉害，伫个关电西拉亚国家风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是惊一个赶紧徛起来看国家级的警报。拜四中昼11:47，台南关电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上大的震度伫台南市甲嘉义县有甲4级，地震的深度是7.3公里，甲大部地震离较远，初步研判是独立的事件。那这个地震发生的成因就是刚刚提到的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碰撞造成，然后它的应力会传递到西部，造成这个西部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地震发生。我们会判断说，在未来的3天，有可能会有规模4左右的地震。4月初3花莲大地震满1年的这天，除了嘉南地区，拜四透早花莲嘛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全台湾13个县市拢感受会到。地震测报中心研判，去年4月初3的大地震，地震的序列已经结束，这个是独立的事件。一直到最近的1月、2月，它的余震的个数已经递减到将近20个以下，所以它的地震的余震的个数已经慢慢趋近于背景值。毋但是台湾，日本宫崎外海嘛同款伫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的地震带。拜三暗时11点外，日本宫崎外海发生规模6个地震，上大的震度是4级。地震中心伫台湾半岛东边的海峡，加在无引起海啸。未来30年，它那个发生的这个几率还是维持今年1月1号的75%到那个82%。那简单讲，比较好记的就是80%。缅甸大地震了后，气象署并无观测到国内地震有各样的情形。虽然咱台湾是第一开发生地震的所在，民众若拄到地震，嘛已经感觉真肃常。不过专家提醒，防灾的准备要是来做好，才会当甲灾害的威胁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去年4月初3，花莲发生大地震，到今也满1年啊。这花莲的观光饲草同款是救不起来。观光署是统计讲，到今年4月，花莲县就已经有31间旅宿业者收起来，或者是把这拍互别人去做。咱若讲到今年清明假期订房的状况来看，是平应过减3成左右。大大细细的石头一直为顶悬落落来，土粉嘛规个硬硬灰。后一秒，就连汽车的挡风玻璃嘛当场破起。花莲4月初3的大地震，到今已经满1年。不过想到苏当时的情形，在地人还是感觉心惊惊。完了，哇，那个中横完了，石化完了，比平常的石头崩落的太多。那时候真的是咬我很久，时候好像喝酒醉了，我想甩过去，而且结果被他甩到椅子那边去。断电、断讯、断路、断水，全部不通。04、03那天多恐怖啊！那个山啊，全部是灰尘。几个部落的族人，还有3月村的员工出来讲，受到地震发生的过程，还有地震了后这1年来所有参与救人、救灾、甲修复等等，这工作人员因的心情。尤其这个期间真正发生地震尾，连续落大水雨，还有几个风台安尼夹，嘛，互修复的过程变得真困难。地震完之后的余震，然后余震完之后的连续几个台风，我们去体验到的是与自然共处的时候。好像不是一股脑的去建设或是去修复，它就真正能被修复。中间之路是真无简单，大地震嘛严重损断花莲的观光。根据交通部观光署到今年2月份的统计，甲去年同期来比，花莲县已经有31间旅宿业停业或者是拍互人。从去年到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认为
大概还是有50%左右的衰退哦。大家就是业主忍痛哦，当断则断，因为可能我多开一天就多亏一天啊，所以才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业者讲，自由行甲旅行团的人客拢减少，以今年清明连假订房的情形来看，嘛比永过假期减3成左右。土地净用休困，重建家园的工课要持续的进行。受灾户的租金补贴也已经核定1190户，我们核拨的金额超过1亿余元。目前自有房屋最长可以领将近2年的补贴。我们为了提升花莲灾后房屋耐震的能力，中央已经核定50栋落成补强的案件，并且将补助上限提高至1500万。针对社区中间的部分，内政部表示，天王星大楼甲统帅大楼是采自主督建的方式来办理，另外福益建华大楼是由中央介入协助，也有办理代替的工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咧儿童节的前一天，台湾七托米亚图书馆举办活动，提出中国的七托米亚设计游戏，互囡仔来遮拍通关。希望囡仔伫咧游戏当中呢，学着环保甲分享，最后也会甲遮的七托米亚重新整理过，关护育幼园。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艾莎。这个妹妹家己打扮做公主，这个所在是新北市台湾玩具图书馆。伫这七托米亚拢是原本无人要爱的二手七托米亚。这届玩具图书馆伫咧儿童节进前举办玩具复活节活动，互囡仔变装二手衫，嘛有甲七托米亚打造做关卡，互囡仔伫咧游戏当中学习环保和分享。是这边提供的二手玩具，有些都是新的，不见得说都是二手的，有些家长都放到忘记了有。根据新北市玩具银行的统计，因成立到打9年的时间，已经回收237栋的二手七托米亚。目前玩具银行伫咧海内外拢总有1176个据点，互人来关无要爱的七托米亚。一寡七托米亚经过志工的整理修理，也搁重新再做出47万件二手的七托米亚，关去育幼园。我平常会把不喜欢的玩具捐出去。我们需要非常大量的人力跟时间来做分类，所以去年我们所运用的志工的人次超过15000人。一寡伫咧台顶跳舞的时段，拢是关顾图书馆的志工，因为负责甲人关出来二手七托米亚洗清气、修理咧，再搁替这七托米亚找新的主人。关顾图书馆唔但互二手的七托米亚有新的生命，关顾图书馆也因为时段和囡仔的互动，打造出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记者陈选谢桂林新北报道。新北市三重埔的大都会公园今仔日举办家庭野餐日，上百个家庭坐伫咧草坡顶头野餐，而且有学校单位、民间团体、农民等等规划食农教育、生态相关的活动。希望这个囡仔呢有通耍，也会当学着安怎来关怀这块土地。喝蜂蜜有什么好处？第二个是蜜蜂怎么把蜜带回来？你要回答哪一个？旁人问问题考试，互囡仔去找答案来完成关卡，嘛补充生态知识，互家长和囡仔通了解芳。现场阁有芳箱，互民众通看到芳的模样和行为，真有教育意义。4月初3这天天气真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参加新北市的家庭野餐日。这个活动办到今已经10年，有真侪食农教育的活动，互囡仔通实际了解农业甲咱生活的关联。其实，在城市里很少会看到蜜蜂这类的昆虫了，可以这样如此的新鲜大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内容是真多啦，我是感觉囡仔来这边嘛是会当学到多侪物件嘛，真好安尼。另外，也有新北市8里高中的生物老师参学生总会来摆答。老师表示，因为学校伫关阴山山脚生态非常丰富，常常出现蛇，为着要让学生了解蛇的生态，所以有成立生物研究社，带学生学蛇的相关知识，嘛了解安怎照顾蛇。伫咧家庭野餐日这天，老师训练学生正做知识的传授者和民众互动。我问说，那个被蛇咬的话怎么办？那小朋友就学到说，就要把它拍照起来，跟医生讲是什么样的蛇的种类。对，这很不错。可能会说遇到毒蛇，我们要把它打死，避免大家被咬。可是其实很多毒蛇都是保育类，那我们保护它都来不及了。然后加上它是生态系中的比较高级的消费者，所以其实它在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家长表示，会当含囡仔伫都市内接触到在地农业、生态甲食农教育是真难得的体验。家庭野餐日的主办单位新北市府希望，互囡仔自细汉都通培养对土地的关怀，伫咧未来进一步实现环境永续共好的目标。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
新北市永高昨有人到火烧厝，造成妈妈一个查某囝死亡。经过警方的追查，才发现讲这死者翁婿涉嫌放火，讲是因为因翁仔某两个人去冤家，伊情绪激动，就用这赖打去烧塑胶，想袂到煞去规间厝拢烧了了。目前这死者的翁婿也向医生发办啊。大火烧甲真美，乌烟是呛甲真悬，这个人家厝规个着火。消防员去现场随报水线，不过规间厝拢已经着火，内底一对母仔囝袂好走出来，当场死伫内底。看到的时阵，火已经个拢饲出来，足严，烟嘛足大啊！啊，拍好车都还无来。我人，我要来发隔壁，这叫人紧走，嘛唔敢活来啊！我这听人讲，火枪要讲火烧厝啊。搁登去案件发生的所在，是伫新北永高区一间透天的真家厝。这间厝已经烧甲规个乌乌乌，车子中昼12点外，火势为2楼开始炭。经过火调人员的调查，无排除是有人去放火，而且警方有锁定一个59岁厝主，伊有重大嫌疑。屋主当时发生火警的时候在现场，然后我们来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一直找不到他的人，在救灾扑灭以后，后期才找到。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厝主一个人离开的时阵，还阁一直咧踅踅念。警方甲带登去调查，这个厝主讲，案件发生进前，伊甲因牵手冤家，甲伊讨债几百块仔要食饭，若去互拒绝，阁去互勒。在情绪无稳定的情形之下，伊是气一个走出来，用赖打甲塑胶点互刀。不过伊的某囝怎样安尼来死亡？跟老婆是从来不会吵架，因为他很怕他老婆。但是就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钱都被他老婆控制。你要跟他拿1分钱，他老婆都不给他。专案的疑点真济，也要厘清。因若死亡的母仔囝已经伫个初3早起上验，厝主经过警察讯问了后，中昼以上地检署。向涉嫌反放火等等罪嫌来侦办。公视新闻新北报道。讲到最近这2年呢，这花莲台东浅山的所在，常常出现台湾乌熊。有当时啊，因为无势力去打着陷阱。顶个月，林保署台东分署甲在地原住民部落，就救到2只乌熊，伫现场间急救现场野放，这是全国头一届安尼生做。延平乡桃园部落巡守队3月底伫海拔700多公尺的山坪发现一只倒前骹被特殊套掉的乌熊，后来搁伫10公尺外也发现一只同款是倒前骹被特殊套掉的乌熊，一直咧量。巡守队马上通知台东林保分署甲附近永康部落，动员40多人到山区救援。兽医师下麻醉清了后，将刷甲较病所在马上治疗。好佳在2只乌熊拢是镜头部位受伤。这摆幸运的是，台东林保分署拄伫延平乡举办乌熊保育活动，都马上派出专业的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完成全国第一例现地急救清创了后野放的记录。受困的2只黑熊呢是1公1母，公熊的体重大概在60公斤，母熊43公斤。那2只黑熊其实在前肢都是轻微外伤，那经过清创之后，评估没有感染风险。台东林保分署也发现，这把乌熊5种陷阱是经过改良式的特殊蜡具，才减轻乌熊的伤势。呼吁山区民众要防止乌熊侵扰，拢用改良式蜡具，应避免乌熊严重受伤。公视新闻台东报道。云林对1988年头一届记录到石虎行踪，经过30年到2019年，结果伫咧那内发现到石虎，而且几多年来拢有记录到这石虎影迹。林保署表示讲，会招相关单位加强保护，设红外线翕相机来观察，也会检讨到这保育的计划。去年11月，石虎出现伫咧树林，地点就伫咧云林的那内乡。这是林保署甲屏科台，佮有那内平顶社区发展协会合作监测到的，就是为着要记录石虎伫咧云林的行踪。架设红外线相机的监测与调查。本社区有山林巡守队，我们利用龙过脉步道进行步道的杂草整理、灾害通报、非法猎捕通报，并协助相关的保育工作。目前架设红外线相机于云林县林内乡25台，古坑乡3台，共计28台，其中11台有拍摄到石虎记录。第一笔观测记录在2019年拍摄，到2023年共累计12笔，去年为16笔，今年1月已经有3笔。
林波树表示，婚龄捌伫咧1988年头一届记录就做好，不过后来30年拢无相关的记录，一直到2019年才阁伫咧婚龄的拿来发现，而且愈来愈接出现，一直到今年1月，已经有31届做好出现伫咧婚龄拿来甲高坑的记录，显示这个区域真有可能就是台湾中部甲南部的做好生态的所在。本分署今年度将与生多所合作，针对近年旧伤收集到的石虎个体样本，进行分子遗传分析，以了解石虎族群的扩张情形。全台的石虎大约500只，林波署按算甲云林县政府、各地方的乡公所、社区等单位合作，来加强保护措施，而且卖阁加设红外线翕相机来监测，确保石虎的族群会当继续生态。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想要互囡仔愿意开喙学台语，事实上是无遐困难。这新德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有安排各种趣味活动，除了用台语搬故事、用台语来搬戏以外，即马搁再互囡仔发挥创意，家己用笔画画意大利烘饼，囡仔若算自然学台语，效果真好。大家会使安尼，家跳跳的，加入去内底哦。囡仔发挥创意，伫纸顶悬为各种色水，佮利用无共款的食材做披萨。全台语的创作过程，不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算甲真欢喜。足介意算这种活动的游戏的物件，拢足介意的。就是甲台语用伫咧内底，就是足自然的来讲安尼，唔免特别去学啊，是安怎，就是足自然的讲出来。较少讲台语，所以带来遮，互伊较习惯，啊，渐渐伫厝诶讲台语安尼。除了算创意以外，老师阁互大家明白各种无共食材台语讲法，互囡仔伫游戏当中自然开喙讲台语，抱囡仔家己动手做，哪算哪体验，现场充满台语声，阁有笑声。透过甲大家做伙算，算颜料，安尼就会使练习讲手啊的感觉，阁有目睭对色水的感觉，啊，阁有鼻啊会使闻到无共款的味，色水安尼学白算啊规身躯乌嘛嘛拢无要紧。新德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鼓励家庭伫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台语，用台语生活来参加家庭，除了会当摕到台语家庭的认证点数，尾仔阁有奖金通摕。透过奖励，鼓励更较侪家庭培养台语意识，加入台语家庭。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中华国家塔吉克的传统服饰是真有特色，不过因的政府拍算要积极来推广，甚至呢要印一本手册，女性即指导女性爱安怎来穿衫，唔通学西方国家的穿插，安尼绕行绕架。不过女性团体是认为讲呢，身体自由，政府管伤济啊。塔吉克文化部拍算伫今年7月出版女性穿衫的手册，建议各年龄层的妇女穿国家搭配塔吉克风格衫裤，也就是色水正多、灰色较复杂的长袍，佮搭配胯裤，伫锁顶的帽仔，或者是用布甲头毛绑起来，较卖有西方迄种天身体，或者是阿拉伯式女性穆斯林的头巾。也对工作、徛家、舞台、庆祝活动无共场合，拢有无共的穿衫规定，希望会当强化民族身份的认同。不过穿衫是个人的自由，真侪人对此真不满，问讲为什么保机关欠电空气品质这款关系民生的问题。Женщин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всегда сталкивались с давлением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им носить. Причем это касалось и хиджаб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женщины не носили хиджаб, и сейчас э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что-то чужое такое. 政府的做法有伊的政治考虑。塔吉克是世俗派穆斯林国家，经历过苏联几60年的无神论统治，独立了经过费兴的内战。总统拉赫蒙自1992年执政一直到今，为了要压制穆斯林政治势力甲反对派，一直拢强调民族认同，穿传统服装就是一种方法。不过塔吉克是前苏联上散车的中亚国家，独立了依然正散车，所以真侪人希望会当有宗教的安慰。因为真侪男性加入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女性包头巾的比例也愈来愈悬。拉赫蒙政府甲女性的头巾甲伊斯兰极端主义交做伙，加强管制，在社会上引起真侪冲突。И в течение 9 лет я ношу хиджаб.
У меня проблем не было до того, как я пришла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 одно, и меня прям попросили снять. Весной, конечно, этого года был очень неприятный инцидент моих знакомых. Прям за рулем их о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и просили адрес, телефон и штраф выписывали. Они были обязаны оплатить штрафы. 唐吉诃在2018年就發表過前一版嘅女性服裝指引，提倡傳統服裝，個性媒體也帶頭批評低裙、天性感、卡只片啊，即個歐美嘅文化，一個歐式伊斯蘭大袍甲頭巾。政府喺去年ក៏通過禁止進口甲賣外國服裝嘅法令，不過實際去落去看，民眾衫褲穿插打扮雖然真保守，不過早就已經是東西合併混搭。 民眾也真反彈，講傳統服裝較貴，無法度負擔。因為男性也受限制，只是也未被做惡意色彩，像阿拉伯穆斯林式嘅大喙鬚，怎麼已經禁止，因為被看作是伊斯蘭極端分子嘅象徵。文化部就伫咧考慮也被對男性提出穿衫準則。公司新聞施惠中編寫。 来看到印度，讲到这3、4月啊是因办婚礼大月，偏偏今年黄金的价数已经起14%咯。那准是要用来计出来金仔，对因来讲，即马开销会变搁较济咯。 缅北北部古吉拉特邦的拉杰克德市，金仔店内人真多，因为拄好是印度的结婚大月，计查某囝的家庭无形买金仔嫁妆，受到国际间贸易战甲股市震动的影响，金价一直压悬，3月也冲破每盎司3000多美金。黄金业者讲，毋捌看過黃金價格波動這麼激烈。गोल्ड इंडस्ट्री की मार्केट देखने जाए तो अभी बहुत टाइट पोजीशन है, क्योंकि जो पिछले 1 साल में जो रेट बढ़ा है ना, अगले फरवरी मार्च में 2021 के करीब डॉलर का रेट था, आज 3000 क्रॉस हो गया है, मतलब 50% जितना बढ़ गया है पूरे 1 साल में। 印度是全球的第2大黃金消費國。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統計，印度每年的黃金需求通常在800至900噸之間。以目前的金價計算，印度一年黃金市場價值約3000億美金，大約約10條代票。看到金價愈來愈懸，要結婚的家庭真怨嘆，6個也無夠錢也買袂起。金仔業者表示，今年以來金價起勢超過14%，以3月份的金價為例，一克黃金都愛3000多台票，買4克大用掉一般民眾半個月薪水。雖然講是婚禮的大月，消費者買起顛倒是較細緻。部分民眾是採取中和的方式，先賣掉舊的金仔飾品，來買新的金仔飾品。 घर पे शादी है, सोना खरीदने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लेकिन दाम तो ज़्यादा है, लेकिन खरीदना तो पड़ता ही है। शादी का माहौल है, सब लोग लेने के लिए आते हैं और पुराना गोल्ड वापस करके भी। 印度社會看黃金是在附加社會地位的代表，看黃金飾品是典型家族材料甲應用的方式。黃金飾品除了對新人的祝福，在國際情勢不安的時刻，民眾也將黃金看作是保值的投資工具。 दाम तो बढ़ ही रहे हैं, लेकिन सोने का क्या है कि सोने के दाम तो बढ़ते ही जाते हैं, तो ये तो एक इन्वेस्टमेंट भी है और हमारा शौक भी है। तो अभी शादी की भी सीज़न चल रही है और खूब सारे छोटे मोटे फंक्शंस भी होते हैं, त्यौहार भी होते हैं, तो ये दो काम होता है कि 因為黃金是印度社會袂當欠的民生消費品，業者認為政府應該適時的介入市場，維持穩定的金價。公司新聞張小芬編譯。 在觀眾朋友，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14度到2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14度到26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17度到29度。 宜蘭花蓮台東對15度到24度，平陽金馬馬祖對14度到25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節目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
了。